當你喺深夜第 N 次俾痕癢搞醒，朝早成身唔舒服到懷疑人生，你有冇諗過，你每日親密接觸8個鐘嘅張床，可能拎住300萬隻蟎蟲，開緊狂歡派對，日頭比 KPI 追住跑，夜晚仲要同灰塵、毛髮同致敏源一齊瞓，打工仔嘅睡眠質素竟然輸俾呢啲0.1毫米床縫灰塵，所以一部全新機器出現咗 Creaturize 除蟎機械人，細部夠慳位，而且顏值仲好高，重點係真正解放雙手，全自動掃床，再都唔使好似以前咁手動吸塵除蟎，朝早起身一鍵啟動，將張床交俾佢就得。部機本身有4種清潔模式，輕柔模式、強力模式、精細模式，仲有手動模式，專門用嚟清潔枕頭同公仔，工字路徑，將床每一個位置都清潔到位，掃完仲會自動關機，而且配備咗9粒感應器，就算行到床邊都唔會跌落去，超大吸力加高頻拍打，配合紫外線消殺，由源頭深層除蟎殺菌，每分鐘15000次持續拍打，深入床褥深處，吸走深層灰塵，無論係毛髮定細碎屑，都可以清理得乾淨，睇落好似好乾淨嘅張床，竟然有咁多灰塵，打工仔冇辦法日日曬床，但只要有一部掃床機械人，就可以喺你忙緊嘅時候，靜雞幫你將呢一切清理乾淨，將時間留俾自己中意嘅事，乾淨嘅床，唔單止係整潔，更加係一種被生活溫柔對待嘅感覺。